各位觀眾晚上好，歡迎收睇 HKFS 特別節目2026年生肖預測新聞報道。我係吳一燕。本節目嘅焦點將會落喺今年運勢屬於中游嘅生肖之一嘅屬豬嘅市民身上。根據本台整理嘅資料以及專業嘅風水從業員指出，屬於豬嘅人士喺2026年會處於平穩向上嘅格局。雖然眼見受到外界嘅影響出現小波幅，但係事業、人際、健康及財運仍然能夠維持良好嘅發展軌跡。分析顯示，今年屬豬嘅市民心態踏實，遇到變動都可以冷靜處理。加上今年各方面都會有兩大有力嘅貴人星牽動，能夠化解一切小人及不順利嘅事情，助力事業發展。今年會有樹大招風嘅情況，但係有貴人星嘅幫助，一切摩擦都能夠迎刃而解。而且貴人有利於升職及求學。桃花運方面，發展會中等，單身者會有機會脫單，或者會有短暫嘅姻緣。健康方面一切良好。但係交通方面要注意駕駛安全，必須會有良好嘅睡眠，以及要避免自己嘅長途駕駛。以上均為本台為市民整理嘅2026年屬豬嘅年度預測報道。多謝收睇。另外，本台都會有流年飛星嘅節目，敬請期待。喜歡我們創新的運程分享方式，給我點讚分享喲。